来看高雄林园有一座蒋介石的铜像，最近这国有财产署按照着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发公文给公所，讲准备要把这铜像拆掉。在地机关就指出讲，这铜像是为着要压制煞气所设的，认为应该爱尊重地方，唔通来拆。那市长陈其迈就表示，会尊重国会通过法律，法律安怎规定，地方政府就会来配合。 红色的蒋介石铜像有将近2楼高，菜地林园的林园北路已经30-40年，因为这是国有地，最近国有财产署发文给公所，准备要按照出转条例把铜像刷走。因为地方团说，迄个所在是加道黑，铜像是为着要顶刷。15都议员要求市府应该尊重地方的文化，袂当拆。市长表示，这是国会通过法律，因此会当配合执行。蒋公塑像就是缅怀威权统治。 他用促转条例第5条，他要求确保自由民主宪政秩序。我不反对自由民主，可是请你尊重我林园在地人的心声，在地人的文化。威权象征的这个拆除这两个不同的这件事情，当然它会有要保护利益的一个比较啦。哦，所以这个部分，我想我们还是尊重。 国会通过的法律。蒋介石铜像到底拆唔拆？地方居民大多数拢无意见。有人是讲顶悬有威权上顶的文字爱提掉。有文书工作者表示，讲风水顶煞伤神化。当初是因为罗细条接车高才会来设铜像，虽讲事故率有降低，不过伊认为唔是铜像的缘故。我认为讲，迄款拢是迄个神话啦，哦，最主要就是后来这道路拓宽了，交通就改善啦。 无意见，安怎讲？因为遐无改掉啊。如果你将来这块地要拆掉，那你就把这块地来借给我们当地的里长或是当地的社区来使用，不是更好吗？蒋介石铜像若是拆掉，后续有啥物做法？国有财产署按算19要伫公所召开协调会，收集地方意见看法，说落来再来处理。记者柯家如柯昭阳高雄仓报道。